今日挑戰就係演技大仙班，抽到邊款食材咧，就演出嗰款鮮味食材嘅表情噶啦。做過嚟先，可以。做個真係魚啊 OK。好味啊！啱出水，出乜水啊？離開水味。韋小秋嘅蝦。食。喂，老友，全身大家樂焗，全身大家樂焗海，全身大家樂海鮮焗龍蝦汁，全身大家樂龍蝦汁，海鮮焗飯，全身大家樂龍蝦汁海鮮焗飯，裏面有齊阿拉斯加鱈魚柳、鳳尾蝦同埋蜆，咁多款海鮮，你一個演晒佢啦！你咁勁，你食啊，仲唔先？勁先一步要有。